第一，我手写我口，这个意思是你怎么念就怎么写。比如说，猫这2个字，啱唔啲下注未落水，首日冇帶到炸鵝。我不知道下午会下雨，所以没带到雨伞。你念的时候就要写你念猫的时候就要写猫。第二，不过有些音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语义来分辨要用哪个字。就像改这2个字的音完全一样，就要用它的意思来决定用字。比如说，该不要加改，够改什么呀？平啊通好。那里有好几个高高的女生是我的同学。这边有很多个字都念改。第一种改表示好多个的加改，这时候的改是量词，客语字要写人部的改。第二种改表示的意思，比如高高的、我的，要写白部的，客语字则是写成人下面一竖的改。还有一种是发音很像的该不的该，这个该是那的意思，该不就是那里，客语字要写言部的该。华语转客语的时候，要知道客语正确的用字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中高级书写测验的题型，来练习客语特征词的使用。我们来看这个华语翻课的题目，他昨天感冒，略微发烧，要去看医生才好。这样的句子我们可以怎么翻呢？先跟大家讲2个原则。首先以词为单位，圈出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等作初步对义。再来，我们对义时要注意，尽量使用客语词汇，不要用华语直译。他要写基，昨天要写臭不音，感冒要写浪斗，略微要写溜溜儿，发烧客语华语是一样的字，要这个字很常用，记得一定要写成 oi。去客语华语也是一样的字，看医生在客语不会直接翻译，而是写成本信上看。最后才好的才要写成长，所以整句话翻成客语就是佢臭半日浪到，溜溜儿發燒，我去本線上看賬好。